观众朋友，今日过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讲起我哋6队，今日大部分的人都係提講，也係我哋南部的客家人的一個區咯。但是我哋對以前有一啲普遍的，按到斯卡羅地步，我發現到講，今日睇我哋茶廠嗰邊的玻璃，嘛有一些群的我哋客家人的村莊睇嘅，冇唔錯。而且我係唔知講講，而係對外的客家人，如果6對外的客家人，咁我今日來邊咯係我哋王富雄先生，做過我哋沙期嘅協會嘅理事長，伊嘛推動嘅許多嘅客家文化嘅復興。但是最重要講，伊自己本身唔係客家人，而係一段外地帶來嘅好多人。但是伊做乜嘅開始伊復興嘅客家文化咯？喺今日節目地位，王富雄先生如果親口同講，伊做乜嘅做呢條事情，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王富雄先生。富雄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好，我是車城鄉保利村的王富雄。富雄哥吼，是。裡面嘅地講其實茶廠吼，其實歸集區我哋咧或者說玻璃歸集區我哋咧茶廠啦吼。嗰種但係嘅其實所以的歸人的地方，但是我哋地講，你自己本身不是客家人嘛，對不對？那當初怎麼會搬到這麼遠的一個地方來呢？對，因為我當時52年的時候，是在那個我恆春有一個表兄，他的有一個朋友在保利村，透過這個朋友介紹我到這個保利來，那個開設中藥房，是這樣。所以說那個時候就從雲林這樣子千里迢迢的到保利那個時候地方來，那個時候大概是民國幾年的時候啊？52年的時候。民國52年的時間。觀眾朋友，這個想講講其實民國52年嘅其實睇我哋喺台灣嘅幾多地方來講嘅話，其實唔講台北嘛，嗰時間一平都揾唔到多錢，等於如果台灣揾嘅西部嘅時間，那個時候的保利村跟現在不一樣吧？當然不一樣。當時來的時候，我們是從那個四線到平和公路過來的，是，就是台26線。對，那時候這台26線都是那個小石頭路，碎石之路，對，碎石路，只有兩條線。那時候非常辛苦，那時候走路啊，還是騎機車啊，我都滿身都是灰塵。後來到了將近那個有一段時間，這個片的台26線才改建成4線道，對，拓寬之後，所以我們就出入就比較方便一點。所以說那個時候保利村大概有多少人？你還記得嗎？大概50幾年、60幾年的時候。那時候有2000多個人。那個很多，很多呢。對，那時候我們剛來52年來的時候。那個時候呢，那個都沒有人口外流，都是在地人，所以人口特別多，是這樣的。而且就變成講，這時間有工作的時間，全部留在村莊地步，等於就是年輕人不會到外面去找工作，就是長大之後就是留在村莊裡面去幫家裡面的人工作嘛，哈。所以說人口不會外流。對，因為早期當時是這樣，因為那個保利村的人都是務農，務農為本啦，所以大家都大家庭嘛，所有大小都是老人家大小都是在村裡上工作啦，是這樣過來的啦。我有一個問題哈，你那個時候過去保利村的時候，民國50幾年到保利村工作的時候，那個時候保利村是講客家話還是講閩南語啊？當時我來的時候啦，居民都非常友善，對外地的人都很照顧，所以他們呢，因為都是講閩南語，跟我們對談交流溝通。
所以很快就那个适应这个在地的生活是这样来的。好，所以说那个时候您来的时候，他们跟您的沟通都是讲闽南语，都闽南语。可是你知不知道他们其实是客家村庄？当时真的不知道。当时不知道。是后来，后来在那个老一辈的人的口中，才得知他们保利村是，原来是客家那个二次移民，对。等于就是二次迁徙的人，对，没有错，没有错。因为其实对于的保利村出的书地班，我哋会发现到讲，伊哋已经有把个族谱表去体现喺书地班。那对族谱地班，咪等下会发现到讲，有的地方会几清楚的讲说，伊即个系对六队的族田啦、米农啦、家东啦，咁一部分的事情我哋来每一项我哋来往互相讲。因为在你们的书里面你们有一些有提到，就是说，就刚刚你所说的，老一辈的人知道说他们是从六堆的地方二次移民到保利嘛，甚至在书里面也有提到他们的族谱。那你是不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下，就是说，你们现在的保利村的话，它有几个姓是从我们以前的六堆那边过来的？好，刚开始的话，早期刚开始的话是有4个姓，是杨、张、郑、吴，这个姓是从那个六堆的客家人是过来的。当时因为六堆那边可能人口有比较包容的样子，他们就来到那个车城，因为车城是闽南人先过来，那个平原都是他们都是占光了，这些那些客家人来的话，还好像都是剩下的麒麟地这是小地方，好像不够用了他就往保利这边过来看，在北边有一个车城西，南方有那个保利西，后面又有山丘，他们说这个是好地方，有山有水，真正可以继续在这边开垦，是这样来的。可是我哋嘅客家写面去到几片以后，先去到我哋咧茶上，后来又慢慢的在下去到玻璃嘅地方，然后发现到佢有2条河坝嘅，同时后背把鱼嚟山，是在龟斯塔港中的部分。跟那个地方目前来说的话，因为刚刚讲说，我们客家先民嘛其实它有很多批次是慢慢的往下迁移的。那你现在以现在保利村的调查来看的话，最早来的大概是第几世的人呢？那他现在他的后代已经到了第几世了？对，那个刚刚的杨、张、郑、古这4个姓最早来嘛，最早来他是年代比较久，是他们现在有9代，有9代了，一代是30年，是，他就270年，差不多270年了呢，但是后来的也有。比较往后来的就是有7代或8代，我们的族谱是这样，有这个效果，给大家知道说他们客家来的，来这保利的有几年的历史是这样的。等于讲，其实也要族谱看得几清楚。刚刚你头有讲到讲西太的乡比如说杨、张、郑、古嘛那他们是分别从哪个堆过来的，知道吗？知道。杨是嘉东过来的。嘉东的过来的。对。还有那个张是竹田。张是竹田。郑、昌、古，这是米农。米农没有错，古姓在美农是个大姓。对。但是怎么没来？杨也是嘉东的大姓。真的大姓。现在我们保利的大姓是。杨跟张杨跟张，但人口最多。是，因为一方面嘉东下来比较快，
好，因为嘉东比较近嘛，哈，嘉东就已经相对比较近，而且嘉东姓杨的真的是大姓，对对对，所以说杨、张、郑、古，对，好，古是美浓，好，然后郑也是美浓，好，然后张是竹田，好，所以相对起来的话，竹田又比美浓还更近，对了，对，下来比较快了哈。哦，观众朋友讲到健康，我会发现到讲，因为李思忠伊这个对我的呢，玻璃村的历史交代按得清清楚楚，但是蛮记得问我一开始时又讲，伊唔系黑人哦，伊本来系的园林的好多人，但是真的我如果讲我的归省期，如果为什么您是一个闽南人，却对我们客家的不管是家族的迁移史，或者是保利村的一个开发这么有兴趣啊？哦。其实刚来保利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边是客家庄嘛，因为来了以后，那个居民都对我们很好，大家都很有相处啊，所以呢，因为就是听那个老人家在讲那个前辈讲说他们是真正的道地客家人，那时候我们才知道了。因为他是讲说，我们虽然是客家人但是客家话根本就不会讲，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我说我在这个保利，已经生活这么久了，对他们都有一种感情在嘛，一个那个情感在嘛，所以我都说这样那个客家的文化，我们要，我也有责任给他们那个找回来，我是这样的意思。等于如果其实那个的玻璃村等于是你就是保利村的人了。对，好，虽然说您是外面搬进来的，可是，在那么久的一个岁月里面，已经60几年了，你就等于你就是一个保利村的人了。对，然后也不用去分您到底是闽南人还是客家人，其实你就是保利村人。那保利村的过去的历史，它可能曾经是很多客家移民移进来的地方，可是对你来说，它就是一个你生活的一个村庄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其实我们的傅雄先生不单只会初衷我们的客家文化，同时也作为第一届我们的玻璃xã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同時也做過幾多事情，一到事情我哋下一堂節目我同講，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福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茶廠玻璃村嘅王富雄先生，同人講當初伊做乜嘅會到我哋玻璃村，同時嗰時嘅玻璃村係一定用嘅村嘅。我哋一開始要提講，這個係對外面入來嘛，嚇，後面這個同我哋觀眾朋友講一下，那你印象中的閩南村莊跟客家村莊，不管是生活習俗或者是文化上面有什麼差別嗎？有，我第一年来那个保利的时候，那个清明节，我要回去云林老家，那边扫墓，因为我们那个云林老家都是规定在清明节这一天来扫墓的，但是这个保利就不一样，他从过年以后到清明节这段时间，可以说每天都是扫墓的吉日这样就跟我们荷兰差异，这个民俗差异很多了，是这样来。还有一件事就是，每年的元宵节都要拜新丁的仪式。拜新丁的仪式是这样。新丁就是今年有生那个男孩，就是男丁了，的人你要办这个做那个安姑柜来三山国王庙的前面来
祭拜，这个新丁快快长大，没有错，没有错，是这样的。这个其实这个习俗啊，在我们家乡啊，连看都没看到，听也听不到，这个差异是这样来的。嘿，其实真是喺唔錯嚇，嗰種人喺來個嗰種即係曾經喺呢啲藝人咧客家村莊，喺來要曬去嗰啲地方喺呢時間，你會發現講，無論講喺對外面曬起來，我哋客家村莊，你會發現講我哋，譬如講我哋瓜子啊件事情，我哋真係差唔多15號，我哋咧正日15以後都可以親熱嚟去瓜子嘅吼。但是好容易的話，可能都要等到譬如清明節啦、4月5號、4月4號嘅時間，都固定呢一個時間去，可能講去瓜子。但是對行業來講嘅話，我哋如真的是過喺正月15以後都可以瓜子。同時，頭先我哋咧互相線上嘛有講到講拜新丁一件事情哈，其實係真係我哋客家村莊都以為。那拜新丁這件事情，您剛剛有說到，都是在深山國王廟嗎？對，那深山國王廟是那個。客家也是我們村莊的那個信仰中心，也是大廟，對了，所以一定都是在那個山國王廟的那個廣場那邊，做一個拜的那個步伐，這陣來拜，對，我們稱為福場。你們說福場啊？福場還有對，就是說有時候有些大廟它本身並不夠沒有太大，所以說我們就會另外搭一個你說棚子嘛，對，我們會叫福場，幸福的福，工廠的廠，我們叫福場，然後裡面就會拜伯公的神像，然後我們前一天還會把村莊裡面的伯公全部請回來。我們也是這樣，那天晚上是啊，大家都。那個吃新丁的都有辦那個安菇粿來這邊拜賀啊，對，沒有錯。然後我們在請神的時候，請神的時候就請那個三山國王在前面啊，還有那土地公也在前面啊，還有那個媽祖在前面，我們是這樣來做這個儀式祭拜那樣子是沒有錯，就是等於說您到時候您那個時候到保利村的時候，你也看到說，這個村莊有一些是跟閩南村莊不大相同的一些文化信仰。那你自己當了第一屆的保利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我想先問一下，那個時候為什麼會想要接理事長啊？因為我在那個地方在保利村那個。我就知道說，這裡真正的保利村真正的道地的客家莊，客家莊的客家文化流失了，客家文化流失，我們就想要來把這個客家的文化把它找回來，就是利用這個成立這個。保利社區發展協會，是這樣來的。那個時候你當理事長的時候啊，你推行了哪些活動啊？當時剛剛那個理事長接任了以後啊，我們就馬上，因為剛剛我講過了那個客家莊不會講客家話，我們這是太風俗，也是太很可惜的事情，所以第一步我們是從客家語言開始。客家語言開始，我們就是透過那個管道找到那個客家的老師、客家的教授，來在我們的保利社區的那個活動中心辦理的客家講座。當時我們的村民啊。都很踴躍參加都有那個公司我們是看在我們眼裡是很過癮的意思這樣來我們就一直這樣辦下去。我們是每個禮拜的星期六，因為星期六是下班了下課的都會來上這一堂課是這樣來的。那個時候，大家開始去學習客家話的時候，大家的反應如何？他們的反應是
好像非常认真的样子。是，尤其那个小学生啊，都会跟大人说，我们今天学了什么，学了什么，他会这样讲啊。所以我们就每年那个课委会都有办理那个课语认证，我们就鼓励这些学员呐、小学生呐、小朋友啊去报名。报名了以后，他有分那个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初级最多，中级有，但是高级的还没到那个程度。是，没有错，没有错。真的谈好了，我本人感觉到几感心吼，因为真的睇伊啲玻璃村来讲话，其实也经验来讲话，伊真正玻璃村的人如果希望讲慢慢的开始学习客家，可是对于一个其实保利村几乎已经不大会说客家话的一个村庄来说的话，他们重新在学客家话，有没有发生困难啊？当然有，因为我们也是有社区有办理这个课语教学，是没有错。回去的话，在这边学，到家的话，他大部分的人还在讲这个讲闽南语，闽南语是，所以没有那个环境可以学习，这样的效果就会比较不好了，是这样的。嗰时真正嚟講，由於啲環境啊，不你學習一啲語言嚟講，話真係幾重要。有時間一禮拜那一的上課過去，如果有冇得講嘅話，真是我常常會記唔得。那您剛剛有提到，就是說，其實你們非常鼓勵，不管是學員也好，或者是小朋友也好，去考我們的客語認證嘛，那客語認證這部分有老師上課嗎？客語就是他有。我们报名的时候，他会寄一些资料过来，对，我们要自己看，你要自己看，才去考这个客语认证。是，好，所以等于说您报名了之后就会有讲义，然后报名完之后，然后再开始自己看。那其实这样子还是可以请老师去帮你们上课，说这样从讲义里面怎么去练习，然后再去考试，其实比较方便哦。有，这是客语老师，我们请的客语老师，他们都很认真啊。对所以他都把这些讲义给那个学员啊，这小朋友给他上课啊，给他讲解，这样一来就是那个好像录取率也很高。对，没有错。对，没有错。那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会讲到，譬如學一啲語言來講嘅話。唱歌这件事情其实是学语言很快的一个方式。像你有开设民谣班吗？我跟你讲，我们的那个因为办客语教学嘛，客语就是要从那个客语歌曲的开始。没有错，没有错。客语开始，我们的社区的一些妈妈教书员，他们都来参加这个唱歌啦，客语歌谣班，还有我们也有请那个客语老师教那个舞蹈，这都是客家的文化，我们一定要做得到，所以我们三管齐下都一直往这个客家文化在推广。对，真的。这个嘅最重要啦，因为讲这个那學客話每一項用嘅唱歌嘅用嘅跳舞，其實對幾多人來講嘅話，而真是我感覺到講學客話一件事情幾無聊。假如說你一方面學語言，一方面又可以從唱歌啦、跳舞，因為跳舞會聽到音樂嘛，所以說從這樣子去學習一個語言來說的話，對很多人才說，才不會那麼的無聊那樣子。跟你們的歌謠跟舞蹈的老師都從哪裡請過來的？都是有那个六堆的客家莊，他们都有那个客家的味道嘛。前村里的人都是讲客家话的，我们知道这个都是比较有那个客家味道。是，所以我们就到那个这边去请这个客家老师来，他们很认真的教我们这边都有那个好像要把这个
文化找回来，都是很认真的在学习。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歌曲也好，舞蹈也好，外地的在办那个活动，还是在节庆，都会请我们去那边交流。这样的常常有看到，对，我们那种恒春跨年的时候，或者是那个民谣季的时候，都会看得到，没有错哈。就是真的是代表了南台湾的客家舞团，没有错。可是福建伊的文化来讲的话，唔单止係好一啲語言，其實用去唱歌嘅啦，我對跳舞地位重新去認識也為客家文化來講嘅話，其實嘛係一啲幾創業嘅方法。休息一下我哋下一個節目為個精彩嘅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上到節目，我哋來自茶廠玻璃村嘅黃富雄先生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而幾時節做忙嚟做我哋社企嘅理事長。我想問一下富雄太哥，因為我們知道說，其實你不僅當了一次，你當了3次的理事長。對，好，那其實在第2次你當理事長的時候，還出了這2本書，對，一個是廊橋客，好，一個是保利社區的文物館。那你是不是跟我們觀眾朋友先說明一下？廊橋客當初為什麼要出這本書啊？因為那個保利是道地客家莊嘛，對，但是它的客家文化已經流失了。客家文化我們就是要給它找回，還有但是為了要把這個客家文化跟那個客家的那個資源把它保存下來，所以我們家就很積極的在那個籌備這個廊橋客這一本書了。但是出了這本書好像也有很多困難在。第一次我們又請了一個外地的老師來寫完稿之後，我們都請我們的那個前輩們一個那個長輩們他們看了以後，內容跟那個客家的文化好像沒有很深入，這個我們就沒有把它出版，我們就再另外再聘請一位保利國小的總務主任，他來幫我們寫當時我們寫這本書的話，有成立一個編撰委員會，這些委員他們都很認真在找這個各方面的一個資料，還有我們的那個主任就非常努力，非常用功的在這個90年的時候就把它完成出版到發行，出版發行了以後，哇，很多的那個有些那個年輕人到外地去的，回來看到這本書，就在跟我們講，說，我們看到你設計出了這本廊橋客，他那個保利新志，我們才知道我們就是客家人，道地的客家人。哦，這個是很奇妙的事情。剛這本書出來之後呢，是不是大家都在競相索取啊？對，我們這麼1000本，1000本的話，一定不夠，真正不夠。不夠的話，因為這個那個經費太大，我們就沒有辦法再續集了。所以我們是看往後的這些理事長看怎麼看呢？因為它裡面所描述非常多嘛，沒有錯。那個客家的由來嘛，地理環境嘛，還有年代什麼時候來的，對，還有那個一些古蹟故事，通通都有，所以大家都想要，尤其這外地回來的看到了哈，就一直來索取，
这样就好像有点不够的样子。当初没有想到那么热烈的，对对，是。咁我哋一般话有听一本喺我哋玻璃沙企业文物馆的一个收藏册，那当初怎么会想要出这本书啊？保利文化已经慢慢的没落了，是慢慢的走掉嘛。对啊，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个把这个保利的文化跟保利的那个资源给它收藏起来，所以我们就积极的在办这个，说我们保利社区要成立这个那个文物馆。这文物馆是给大家给村民宣布了以后，大家都很热烈，很有共识。他们有的东西，像说啊，这个东西好像可以收藏，他们就会自动送到我们社区这边来，送到文物馆这边来。还有的时候，我家的旧的房子，我家的有什么东西是不是可以收藏？你们来派人来看一下，可以的你就拿走，拿过来，先生。所以我们好像不可意料说，大家有这种热情，把这些事情做得这么好。当时有200多件，现在已经300件了。因为呢，之后成立了以后，他们都村里面的人都有发现说，这些东西好像也可以收藏，他们也自动送过来啊。还有最近一个村民啊，他家有阿嬷的嫁妆，那个很细腻的嫁妆哦，太淑仪啊，是太淑仪是很难看到的啊，对，很难看到的。他说放在我们这家里，好像我们几个人在看，当然不想去那个这么贵的东西，不是贵的很高贵的东西不想去动它嘛。但是我们还是送来那个文物馆给大家来参观的人参观，是，我们听了也很感动啊。也真的感觉是几好的一件事情真的东西不用提入卡巴，那一两个人看到，但是放在外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人一起去欣赏那个文物那么漂亮的一个部分。睇节目嘅最尾就行，就請問，因為我相信幾多位觀眾朋友看下今日節目，一定會想講，剛才歸上來玻璃去聊哦。那假如我們觀眾朋友他們想看完今天的節目，想到保利村去玩的話，你是不是跟我們觀眾朋友介紹一下，說，保利村附近啦，或者是保利村有什麼樣的觀光景點，好不好？我們保利村的那個周圍啊，是隔壁啊，有那個海參館，再來就是那個台灣最大的那個土地公廟，福安宮，這個很有名的嘛。幾多人會去？還有那個跟四重溪洗溫泉，還有那個牡丹水庫，這個風景也很漂亮哦，很好拍照，對。還有那個蘇卡樓，還有那個海角7號的那個拍攝景點，我們都會介紹他們去。其實講到保利我一直有個東西都耳聞，但是都買不到，黑豆豆腐乳。對，那個我都聽到人家講，然後我每次都買不到。黑豆豆乳也是我們保利的這個名產，我們保利有種這個東西，是那個農民啊，沒有錯，但是沒有推廣。做一般的，人家都拿這個黑豆啊，去這個當做那個伴手禮啊，對啊，他們不知道要這個東西可以做那個豆腐乳的這個原料嘛，對，所以我們社區就研究了，把這個黑豆做成讓成這個黑豆腐乳，做了以後，大家品嘗起來，他們這麼甘甜好吃啊，味道非常好吃，對，所以這是外客來
看了都会当做伴手礼。我们说，嘿。因为遐边的有体会吼，可能迄因为一点菜体的风格太关系，可是也有体会过细粒吼，但是也米头一点足，啊也要有体会做成豆腐，再变成豆腐衣以后，你像我等的富雄泰国讲的，也要真正米头过好，然后过条，但是呢，过快买。很不好买啊，富雄大哥怎么办呢？我们在推广，因为这个东西数量少啊，是，数量少，我们就一直推广这个农民啊，增值来种植这些东西数量多，我们就可以大量生产。是，我们现在在努力当中了，就麻烦你们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富雄大哥想想，其实你看您来保利也60几年了，对，那保利村对你来说是个怎么样的意义啊？保利村其实我也料想不到说，来这里是一个客家庄，他们这个发展也很快，因为我们社区有在推广这个那个客家文化，还有客家的那个资源的种种的收藏啦，什么东西我们都一直在推广，还有一些那个社区把这个那个彩绘，还有一种设计的彩绘，是保利彩绘村啊。保利彩绘村，我们是在我们第3届的时候，是102年那个成立的。我也是再度接了这个理事长，接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个村里面把它美化一下。我们的那个福安宫的前面我们写廊桥客家，很多人都在来问说，理事长您的廊桥客家，廊桥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就要跟他解释，早期的那个恒春半岛，就是说廊桥，对。可是我的南部的恒春的客家人都是廊桥客啦吼。观众朋友看今日节目，我发现到讲，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叫做唔这个心里认同客家，唔如客家人。今日咧，我哋的富雄泰国虽然讲伊系对原年来的好多人，但是伊睇玻璃村系嚟60年，同时伊做理事长期间，伊嘛推行很多客家的文化发通，嘛去复兴客家话。可是我认为，伊都系实实在在的客家人。今过感谢我哋的富雄泰国龙来现场分享很多安精彩的故事。谢谢主持人，也谢谢那个观众朋友。如果有空就来，欢迎你们来我们车城保利走一走，非常感谢大家，谢谢。休息下我得听下你先生来强下运通哦。我跟福起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的面书点赞，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